晚同軒喺2014年成立，致力於為年長同志提供服務。喺2025年，我哋更成立咗晚同軒女子組，專為中年同長者女同志提供一個空間。女子組嘅目標係希望令中年、年長女同志社群連結，做返自己，同埋被看見。我哋舉辦嘅活動真係動靜皆宜。喺女神護腎大作戰中醫講座，我哋一齊學習點樣增強自身健康，滋養身心。一人一故事劇場同埋塔羅牌，令我哋更深入探索個人嘅心路歷程，創造咗一個安全嘅空間，一齊分享同埋連結。我哋一齊初體驗匹克球，由握棒、發球到對打練習，現場笑聲不斷。我哋參加香港同志影展嘅女人的生命旅程座談會，令我哋同其他自己人連結，好有圍爐嘅感覺。誠邀你加入女子組，呢度係屬於我哋嘅空間，做返自己，互相支持。立即同我哋聯絡啦！